为着要推销台东的往来食客顶水果台东县长廖庆玲今年带团去中国2届咯，嘛望讲中国会当重新来开放往来食客进口。今仔县长是搁再呼吁农民哦，就要赶紧去摕到产销履历的证明来保证水果的品质，安尼会对外销有正大的帮助。这一粒一粒的食客囤规堆袂输敢若山共款，真侪台东的农民正努力做到有害生物零验出。也按照相关的要求，家己产销履历，甲品质愈高愈好，就是希望因种的食客会让重新卖到对外市场。规条产业链的业者拢替销往中国做好准备。包装的 SOP 都照着台东大学2位教授所指导的这个程序来作业，所以对于这个我们包装厂都是准备好了。可以高达90%以上，没有粉屑可传。产销履历也都做得很认真，没有办法出口的话，那我们都做这个产理的话，就有一点，就是。伫前年9月，中国单方面讲，咱国的食客验出钙甲糖全面禁止进口，对台湾的食客市场造成正大的伤害。一直到今年6月，台东县长廖庆玲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，证实食客输往中国了。中国才解禁部分台东的果子农甲包装厂。伫1礼拜外前，廖庆玲又搁带团拜会各大办的主任宋德，替超过780位农民41间包装厂找机会，让食客会当重新销去对话。凤梨世家已经被准许能够重新输出到中国大陆，而这个品质的标准，目前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做说明，所以达到要求的就可以全数出口到中国大陆。伫这么对话的回应就讲，一件一件伫咧审查。廖庆玲也强调，只要食客想要销去中国，产销履历是正重要。但是到目前，中国方面也未提供检疫的规范，送去的物件也拢无回。所落来，这么担心的恐惊是检疫证明的物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